哎，快走，在你边，快走！哇！哎，拿去！哎，来了来了！哎呦，大西，怎么早来早了嘛？我中午了哎，你要时间吗你？走，加一圈。哎，怎么做啊？咱们走一个少少的圈。对对，好好，我那做好准备。好。走，咱们去店里。好。季老板，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？我没有认识女孩，怎么给你介绍？哎呦，你们两个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吗？你去闲鱼上看看嘛。闲鱼是什么？能找到对象吗？能找到，我给你看。我去，我给你看。这上面都是附身的单身女孩，头像就是本人，看上了就不用加好友就能直接聊天了，还能语音视频。关键都是只是上找对象的，女生都很热情，你一上线就主动找你聊天。你看，好多女孩找我聊天。真的？这么漂亮的靠谱吗？靠谱，都是真人认证过的。我也聊了一个，过几天就去约会了。哎呦，那我也赶快下一个。啊，我也下一个。走。哟呵。来，上过来。大爷，你看你看大爷，大爷，今天带你来。哎，快点快点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差不多了。
好了，来。好了，抓鱼。快快！上！喂，还有扯淡哎！导游，你下次上吧，不行了。好了好了，咱们外面等一会儿啊。Sometimes I believe, at times I wish you know I can fly high, I can go low. Today I got a million, tomorrow I don't know. Decisions as I go, to anywhere I flow. Sometimes I believe, at times I wish you know I can fly high, I can go low. Today I got a million, tomorrow I don't know. 哎，快走，在那边，快走。好了好了，没人。哎，鱼出来了。哎，还有鱼。哇，哎，你手里还有鱼。你看这个大不大？哇，很大。走回去。别走。下来。走，回家去。哇，运气变好了哎。走，回家去。